31节的感动时刻来到高雄美浓，过去在这里烟草闻名，每4户就有1户人家种植烟草，总种植面积是台湾的1/5。但现在光景不在，还好当地居民以绘本说故事的方式，能够将烟草文化传承下来。高雄美浓广福街宁静村落里，这一栋烟楼曾经见证美浓经济起飞的年代。刚好，一个突然呢，给这个天楼啊，呢烤箱了哈。蓝色仓库大门内是现代机械式熏烟库，当地社区协会总干事温文相拿着绘本比划着诉说故事。都俺们同烟的呢哈，炸下来以后，哦，牵起来，然后就看下一个烟料就会去行，嗰设定俺们时间，设定俺们温度以后，行必走。民国5、60年代，美浓盛产烟草，每4户就有1户人家种植，种植的总面积还占了全台湾的1/5。全盛时期有2000多栋的烟楼，这一间是专门烤烟草的。那景象就如同绘本画的，2人合力制作，7天7夜不休息。当然，在巡演的过程当中，做唔得太僵，好，因为演咧选到那种按金黄色、按金娜都会色色啦，哈，选那铁走啦，铁走以后变那贵都变那无色。过年还能难得的休假年。简单的篇幅就像是一本历史课本，温文相带着女儿坐下来阅读。不止烟楼变成绘本，先民开垦土地、坚毅不挠的奋斗精神也是绘本的主角。高雄市客委会主委打开了绘本说故事。主错亚是黑，又干水是黑，黑马眼头是谁？马对哦。唔管係天命也係伊嘅故事吼，從牽涉到也係地方伊發展嘅歷史故事我哋感覺迄個是該記錄下來再包括講公本人堂也就係我哋上愛嘅目的。靈巧的文字、優美的圖畫，在繪本中找尋客家的美。向晚的夕陽下，煙樓裡依舊繁忙，7天7夜的揮汗，兩身影的交錯，只剩繪本上的流金歲月，依稀飄着煙草香，尋找美濃客莊的感動時刻。